4咧就係對付 HAV， 除咗16、18陣之外咧，就仲加咗6同11。6同11係咪高危嘅咧？唔係，係低危嘅，就係都會引致有生殖器官嘅問題。其實就係生殖器官係有，即係會講就係菜花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保護，即係對於保護子宮頸癌咧，兩隻其實都係對付同一嘅16、18，不過呢個就加咗2隻低危嘅落去。咁幾時先要打呢？呢啲咁其實最好嘅時候咧，就係從未有接觸過病毒之前，因為呢種係預防性嘅疫苗嚟嘅。咁點樣係未接觸過病毒之前咧？最穩陣咧就係未試過有性行為之前啦。咁就係希望係小朋友即係細路仔嘅時候啦，其實就係即係未有性生活之前打咧，效果係最好嘅。咁咧，其實英國啊嗰啲咧就已經係學校咧對佢12歲到咧就全校喺度打㗎啦，根本就係咁。香港暫時都未有呢個計劃。咁就同埋咧仲好啲就係嗰啲後生打咧個免疫系統好好，所以其實打2針都夠。咁但係年紀大咗少少嘅咧，就要打翻3針先可以繼續到同一個免疫嘅效果啦。咁但係好多人就話啦，咁你而家先話俾我知，我即係已經結咗婚咯喎，已經有個性行為咯喎。咁但係咧都就算話係真係即係結咗婚啊有個性行為咧，打一隻疫苗唔代表完全冇用嘅，因為即係好少機會係你咁唔好彩16、18都感染過。咁所以如果萬一你真係感染過16、18都有，唔係萬一感染過16，你對於18都係有幫助嘅。咁亦都係唔係話所有有性行為嘅人都曾經感染過16、18啦，係咪？咁所以就係就算話即係有個性行為嘅打都即係都有幫助，不過可能個幫助咧就冇之前打咁好啦。咁但係就話，但係有一樣好記，應該要記得嘅就係呢個16、18呢支針咧係對付16、18嘅，咁佢係引致70%嘅子宮頸癌嘅啫，仲有30%咧，就算打咗針咧都無補於事嘅。咁點算係呢個30%？咁就係靠我哋所謂嘅2級預防啦，就係通過篩查，早啲發現有啲咩唔正常，早啲去醫啦。咁所以如果呢一個失手咗啦，做唔到1線預防，已經去到2線癌前病變嘅地步，都唔使驚，因為我哋有時間。因為記唔記得之前嗰張嘢，嗰張圖話成係5至10年先至出事㗎嘛，其實係。咁我哋其實有好幾年嘅時間可以處理。不過雖然如此，都唔好等。咁你都要定期去檢查，睇下有冇啲所謂嘅癌前病變啦。咁可能大家都聽過拍氏抹片啦，係咪啊？係。咁拍氏抹片咧就係好簡單嘅，喺門診度做到啦，用一個棒仔，經過陰道去到子宮頸嘅位置，掃少少嘅子宮頸嘅細胞出嚟，拎去化驗所度化驗，睇下有冇啲唔正常嘅細胞。咁而家香港咧，我哋咧一般就我哋建議咧，25歲以上至60歲以下嘅女士咧，就應該接受啦。但係如果65歲以上，如果從來未試過有呢個檢查嘅話，都可以去做嘅。咁如果25歲以下咧，就可能隨住醫生嘅判斷決定有冇需要做。咁一般咧，因為我哋知道個病毒都係性感染嘅，咁如果未試過有性行為嘅女士咧，感染呢種病嘅機會比較低，咁所以咧就唔需要一般都唔需要去做嘅，都係從來未試過有性行為嘅從來。咁要幾時檢查咧？就係由廿5歲開始啦。咁頭嗰2年咧就每年1次，之後咧其實一般3年1次都夠㗎啦。咁你跟住就每3年可以做到65歲為止。咁你就話以前我哋唔係有個口號咩年年現身令你放心咁樣啊嘛？可能大家係太後生唔知啦，應該都試過啊。咁係咪需要年咧咁樣？咁其實即係當然年就好過3年，不過其實就唔係真係爭咁遠。你見到1年1次咧，減低癌症嘅機會咧，就係去到93%，2年92%，3年就90%，即係唔係真係爭咁遠。咁當然你好中意年年去嘅話，都應該冇問題。咁但係咧，3年1次大致上都算到，即係我哋都覺得都唔錯㗎啦，已經可以減少個機會達到90%，即係90%。咁但係話咁啊，不如果既然3年，不如拖到5年啦咁樣。咁拖到5年咧，即係爭好遠咯，一跌就跌到83啦。咁有啲話5年啊，都算得比10年啊，更加唔得添。咁所以咧就係我哋決定就係3年咧就係一個底線啦，唔好再超越3年啦。好。咁如果真係發現咗個子宮頸細胞有問題嘅話咧，佢都唔使驚喎。
因為其實咧嗰啲唔係癌症嚟嘅，係啲叫癌前病變，係癌前，所以咧我哋可以喺癌前之前處理咗佢咧，就唔會變成癌症。咁我哋點樣做法咧？其實就跟住，如果你發覺個即係醫生發個報告有啲唔正常嘅細胞咧，就會轉介你去睇陰道鏡啦。陰道鏡就要喺即係婦科醫生度做嘅。咁就主要就係一個放大鏡睇住個子宮頸，咁就唔使麻醉做嘅。咁就放大鏡睇嘅時候咧，就見到個子宮頸放大咗，好似呢幅圖咁樣。另外再搽少少藥水落去咧，就會知道邊度有啲唔正常嘅細胞。喺嗰度再揾呢個活檢，咁個活檢出嚟，發覺嗰個細胞真係有啲癌前病變啦。咁我哋可以做一個比較簡單嘅步驟，叫做環形切除，就係用一個通咗電嘅鐵環，啲幼嘅鐵線啦，咁就用呢個鐵線割咗啲唔正常嘅子宮頸細胞出嚟，咁就希望生翻出嚟嘅細胞正常翻咁樣。咁做呢個步驟大約係10分鐘度，喺門診度做，打局部麻醉針就得㗎啦。咁就即係都係比較安全同風險低，咁可以做呢樣嘢。咁如果即係當然咧做咗之後，希望啲癌細胞就切走咗就冇事啦。咁但係雖然如此，都要繼續翻嚟復診。咁好啦，咁如果我哋1線、2線嘅預防都搞掂咗嘅話咧，咁希望到最後咧就唔會有子宮頸癌啦。咁所以如果都簡單地講一講子宮頸癌點醫啦，即係如果你1線、2線都冇去處理嘅話，萬一真係變咗子宮頸癌咧，咁就係有意思係手術去做啦。咁如果早期就可以靠手術，晚期或者後期啲咧就要靠放射治療，即係電療啦。所以總括嚟講咧，就係子宮頸癌咧就可以預防嘅，即係我哋應該係預防嗰度即係開始着手。咁你1線預防打針或者生活方式改善，2線預防咧就係或者2級預防咧就係去做個檢查。子宮癌咧都冇一個好好嘅預防方法，但係佢好彩有病徵。如果早發現早醫嘅話，預後都好。而卵巢癌咧就最麻煩，個病冇一個好嘅預防方法，又冇一個好嘅篩查方法，病徵又唔係好明顯。咁所以呢個就特別麻煩。咁所以大家就特別留意自己身體狀況，有需要咧就要睇醫生。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又再講一次呢個關於呢個我哋叫 Flow 背索嘅嘢啦。我哋嚟緊9月20號咧就係有呢一個關注癌症嘅運動，咁就係主要希望就可以透過呢個運動咧，就可以令其他婦女認識多啲關於啲香港常見嘅癌症嘅情況啊、病徵啊咁，早啲可以睇醫生，希望咧個傳播率會好啲。咁大家都有張咁嘅紙派咗俾你，咁可以詳細情況喺嗰度睇啦。咁就多謝大家。唔該晒陳醫生啦，佢喺好短嘅時間入邊咧講咗好多嘢俾大家聽，咁大家都好專心咁喺度聽，我見到又寫屋史，又影相，又等到走晒地球咁樣，係咪好多資料係咪啊？但係大家而家都知道婦女癌係包括啲咩癌啦，係咪啊？包括啲咩啊？子宮頸啦、子宮啦，同埋卵巢，係啦，大家都好專心。好，咁我哋去下一 part 之前咧，我哋介紹一個特別嘉賓先。咁我哋今日咧好榮幸咧，可以邀請到咧香港防癌會教育委員會嘅主席啦，廖啟賢醫生嚟到支持我哋呢個活動嘅。咁我哋有請醫生同我哋講幾句先。各位嘉賓，你哋嚟聽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已經禮拜六下晝。咁我遲咗嚟，因為根本出邊非常之塞車先係。咁咧就其實你聽到陳醫生講咧，我哋講子宮，我哋講呢個婦科癌咧，其實係喺呢一個肚臍以下嘅腫瘤，因為好多人都諗啲女士嘅癌會唔會癌啊？乳癌都係其中一部分啊咁樣。咁我哋唔係講緊乳癌嘅。咁咧係你聽到陳醫生講啦，係有嘢可以關注啦，同埋係有啲情況下你要早啲見醫生啊咁樣。咁防癌會咧呢幾年咧，我哋特別係組織去安排呢一啲講書嘅項目咧，希望大家除咗認識到呢啲癌症係乜嘢啦，認識到癌症有啲咩可以呢一個早啲及早睇醫生之外咧，都想你哋睇到我有啲癌症嘅話，有啲咩可以做去減低癌症嘅發生嘅可能性。咁你其中一樣嘢咧，除咗係飲食之外咧，就運動咧，一陣間我哋仲會有講點樣運動法啊咁樣。
所以好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亦即係醫治，唔淨止係早期嘅察覺，仲有一樣嘢係你哋可以做嘅，係減低癌症嘅可能性。咁咧常常都聽到㗎啦，其實咧有啲嘢唔係你哋未聽過，運動啊，點樣減食啊，點樣去維持體重啊，各樣唔食煙啊，各樣。我覺得緊要一樣嘢就係除咗知道呢啲嘢之外咧，就係要實行，即係唔係淨係諗下，要實行。咁實行點樣咧？咁多樣嘢，我建議你大家咧就係翻屋企諗一諗，今日聽到嗰啲嘢有邊一兩樣嘢啫，唔使咁多樣嘢做晒住嘅。有邊一兩樣嘢你可以，我可以做得到㗎，我開始。咁好似我建議我啲病人就話，如果你平時冇做開運動咧，最少每日都行30分鐘啦，咁樣揾啲時間行，係要開始。開始咗慢慢做下咧，咁你就會變成你生活嘅一部分。係嗰啲嘢嘅改變變咗你生活嘅一部分，你先能夠享受到減低癌症嘅可能性。就係突然間做一兩個咁樣，好多病人都問我最好嘅運動係乜嘢啊？我覺得最好運動係定期運動嘅啫，唔係有邊一款係最好嘅，定時做嗰款就最好啦。嗱，咁咧我講完之前咧，就仲有一樣嘢就係關於 Global 堂，陳醫生講過啦，其實係想大家嘅參與嘅，除咗你知之外，喺手上邊9月20號一齊嚟行嘅一個運動嚟嘅。同埋係會可以傾到偈啊，認識到香港嘅地方啊、地標啊咁樣添，所以一個好嘅運動嘅一日，同埋認識多啲關於呢個癌症。咁喺我完之前係要頒嗰個感謝狀嘅，咁咧就好多謝陳醫生今日嚟同我哋講書。陳醫生先，咁以下咧我哋就邀請侯展鳳小姐，咁佢咧係我哋香港華人會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嘅註冊物理治療師嚟嘅，我哋都同佢頒發一個感謝狀。我哋咧以下嘅時間咧就交俾侯姑娘啦，同我哋講婦科嘅癌症同運動嘅關係究竟係啲咩咧？有請侯姑娘。咁首先大家都聽咗好多有關婦科癌病嘅治療啊，同埋知識啦，同埋檢查各樣啦。咁不如咧，我而家集中講一講，咁就其實我哋日常點樣可以將運動融入我哋嘅生活咧？正如頭先廖醫生講啦，其實聽就聽好多啦。咁樣點樣可以開始或者係實行將運動融入我哋生活咧？其實咧，我想改變大家少少嘅諗法。其實唔一定係要運動嘅，即係唔係一定要去打波，唔係一定話要跑步，只係大家咧唔好坐定定，喐下咁其實咧就已經係對大家嘅身體有幫助㗎啦。咁喺外國嘅組織咧，咁佢每5年咧都會係頒布一啲嘅指引嘅。咁呢啲指引咧，其實咧就係話俾美國佢哋嗰邊嘅國民咧，其實你哋嘅生活點樣去安排自己喐動啊？佢哋咧就做佢哋講咧就係一個 physical activity， 即係一個體能嘅活動。佢哋唔會講運動嘅所以咧大家都可以轉一轉自己個諗法，其實喐就得㗎唔使一定要好勞師動眾咁去做運動嘅。好啦，咁個指引嘅內容大概係點嘅咧？唔好意思啊，我用咗啲英文，咁我慢慢同大家解釋下。咁佢就分大人同埋細路咁去講嘅咁頭先廖醫生都講啦，咁其實運動或者係體能活動咧，其實我哋越早養成呢個習慣係越好嘅咁所以如果小朋友收到呢啲嘅信息，小朋友嘅時候開始有呢個活動啊、運動嘅習慣，咁慢慢我哋一路成長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好容易將運動帶入我哋嘅生活裏邊啦。咁呢個指引咧，咁就喺大人方面咧，佢就建議每個禮拜都喐下啦，咁樣就大概每個禮拜做150分鐘，中等強度嘅體能運動
咁又或者咧，如果你頂得順喎，咁可以一個禮拜做大概75分鐘嘅強烈啲嘅體能運動嚇。咁體能運動真係啲乜嘢啊？咁我哋可以睇睇先。咁喺美國嗰邊咧，咁佢就講咗一啲嘅例子嘅。咁佢就無論係日常嘅消閒嘅活動啊、體育運動啊，又或者屋企嘅活動，其實都可以當做運動喎。佢哋嗰邊。咁另外做嘢啦，職業方面亦都可以幫到我哋運動嘅嚇。咁就如果係中等強度嘅運動咧，佢哋嘅建議咧就行下路啦，跳舞啦。如果係運動方面咧，就係打排球啊，羽毛球呢都係佢哋覺得係中等強度嘅運動嚇。咁如果屋企咧，咁外國咧就有花園啊嘛，咁佢建議整下花園。咁屋企冇花園，咁其實大家打理下屋企，掃下地、拖下地，呢啲都係算係中等強度嘅活動。工作方面啦，咁咧佢哋咧就話係農夫啊，香港就好少啦。咁樣大家就可以話係少少喺工作方面拎少少重少少嘅嘢，咁呢啲其實都已經係一啲嘅喐動啦嚇。好啦，如果係比較劇烈啲嘅活動，會係咩咧？佢話跑步啦、游水啦、跳繩啦，呢啲都係可以考慮下嘅。咁運動方面咧，佢哋就建議打下籃球啊呢啲咯嚇。另外啦，屋企咧佢就話揼下釘，自己鬥下木，係啊。好，咁做嘢方面咧就一啲體力勞動嘅工作，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劇烈嘅一啲嘅活動。好啦，如果我哋成年人大概每個禮拜可以做到150分鐘輕量嘅活動，或者75分鐘比較劇烈嘅運動咧，咁就已經好夠啦嚇。咁小朋友咧，就每個禮拜做3日啦，大概咧就累積，大概咧就每次1個鐘就已經夠啦嚇。不過其實都有啦，小朋友每日返學咁佢哋有上體育堂，如果體育堂有足夠嘅運動咧，咁就應該都夠㗎啦嚇。咁就呢個組織咧，佢建議總言之，大家唔好坐定定，唔好成日對住個電腦熒幕，唔好成日坐喺度篤電話，喐下，做下一啲唔常做嘅動作，咁就已經有幫助㗎啦。好啦，咁大家咧知道，咁我開始嘅時候揀咩嘢活動或者運動去做揀咗咯喎，咁跟住點樣去做咧？做嘅時候點去衡量自己做得夠唔夠咧？咁呢度又有啲指引，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咁咧，我哋係可以係睇下自己個心跳嘅。個心跳咧就可以用呢個程式去睇一睇喎。大家識唔識得量度自己個心跳㗎？如果最簡單咧，就摸下自己個手腕嘅脈搏啦。其實而家坊間咧都有好多一啲嘅量度脈搏嘅錶嘅嚇，咁大家亦都可以買嗰啲錶去幫手。咁如果係中等強度嘅活動咧，呢個建議咧就係大概我哋最高心跳率嘅6成至7成半。即係我哋做運動一路度住我哋嘅心跳，大概用呢條公式去計，知道自己做運動嘅時候個心跳係大概幾多，咁就已經達到個目的㗎啦。睇翻呢個例子啊，假如係60歲嘅一位人士，咁根據呢條程式計出嚟，原來做運動嘅時候，大概個心跳每分鐘係96至120咁上下啦。咁就已經達到頭先講嘅中等強度嘅體育活動嗰個目標㗎啦嚇。咁如果覺得哇咁麻煩嘅，度住晒好難喎，又要去買錶唔想買啦，好麻煩。咁可以睇下自己一路做運動嘅時候嗰個辛苦程度嘅嚇。辛苦程度咧就係呢個 Borg scale。15至17係咩意思咧？
咁我哋又睇下個表啦。喺呢個表度，大家睇到咧15至17，大概個感覺咧就係辛苦同埋非常辛苦之間，即係大家做呢啲活動嘅時候覺得辛苦啦，但係又未至於極之辛苦。咁呢個感覺咧就話俾大家聽，好啦，你而家做呢個活動就已經達到中等程度嘅活動嘅地步啦嚇。好，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劇烈嘅運動咧，咁就係8成至8成半，大家嘅最高心跳率。又舉翻60歲呢個例子啦，即係大概每分鐘嘅心跳係128至136次咁上下啦。而主觀嘅感覺做到幾辛苦咧，就大概係17至19，即係非常辛苦至極度辛苦嘅感覺。極度辛苦嘅感覺咧，即係話你一路做嗰個活動咧，講都講唔到嘢嘅，辛苦到喘氣，講都講唔到嘢，呢個就係極度辛苦啦。好，咁樣咧就頭先講嘅啦。如果大家可以累積到每個禮拜做到150分鐘中等程度或者75分鐘劇烈嘅運動咧，咁就好啦。但係如果大家可以做一個 double， 即係300分鐘中等強度，150分鐘劇烈嘅運動，效果係更加好嘅。每次咧做呢啲活動嘅時候，唔好話我今次做10分鐘，下次咁我做140分鐘，咁咪累積150分鐘咯，咁係唔得嘅。咁每次咧大概最少係20至30分鐘，即係唔好話做5分鐘，唞下先，慢慢累積，咁係唔夠嘅，咁係冇用嘅。咁記住喎嚇。咁亦都強調啦，運動咧我哋要注意安全嘅。每一項嘅活動，無論喺屋企拖地又好，工作嘅時候搬紙箱都好，我哋都要做下 warm up cool down。最基本嘅 warm up cool down咧就係伸展運動啦。咁係之前之後都要做喎。大家對頭先嗰個程式有冇問題？都 OK 啊，好啦，咁其實咧外國好多文獻咧都指出咧，咁我哋預防癌症或者係婦科癌咧，做運動係絕對有幫助嘅嚇，減低呢啲病發率嘅情況係絕對有幫助。但係萬一到唔好彩，我哋患咗癌症啦。咁做緊治療或者做完治療之後，咁其實我哋應唔應該做運動呢？外國好多文獻或者研究指出，我哋係應該做運動嘅。點解啊？首先呢個時候做運動係安全嘅。大家唔需要話好驚我做唔做得，係其實可以嘅。一陣間我哋會教大家點樣衡量咩時候去做。咁但係好多研究指出，無論係治療期間或者治療之後咧，都係可以做運動，同埋係安全嘅嚇。因為運動咧，其實就一嚟可以增強自己嘅體質啦。好多時治療嘅時候咧，病患者咧都會覺得好攰嘅。呢啲好攰嘅感覺咧，其實做運動係絕對有幫助，減低佢哋呢啲感覺嘅。除此之外咧，其實做運動係令到人嗰個心情係開朗啲嘅。一啲開朗嘅心情咧，對幫助病患者去面對繼續嘅治療咧，係絕對有幫助嘅嚇。好啦，咁其實我哋點去衡量應唔應該去做運動咧？首先陳醫生都講咗啦，其實治療其中一個方式咧，會係做手術啦。咁如果做完手術之後咧，大家一定要確定手術嘅傷口好穩定啦，可以喐啦，咁先至好去做運動。咁大家可以諮詢一下身邊嘅醫療人員啦、醫生，
咁確定之後咧，其實做運動係冇問題嘅。咁另外咧，有時治療期間咧，可能我哋個心臟啊、血壓啊、其他個情況唔係咁穩定咁所以咧都係做運動之前問一問醫生或者係治療師。另外咧，如果係癌病有如果你知道自己個係接受緊一個荷爾蒙治療咧，就要特別小心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荷爾蒙治療係會容易令到我哋有骨折嘅情況嘅咁所以做運動嘅時候咧，亦都要額外小心。仲有咧，如果係大家發現我哋做治療或者做完治療之後，可能係腳咧開始有少少腫啦咁但係做完運動咧，啲腫可能乾咗啲喎。咁嘅時候咧，就大家要停止做運動先，同埋同身邊嘅醫療人員或者醫生商量一下，先至繼續做運動。咁如果撇除以上頭先講過嘅情況咧，其實大家係好安全嘅，係可以去做運動。做運動嘅時候，有腳腫可以着翻個壓力襪啦，咁係絕對冇問題㗎。好，咁我同大家分享有關運動嘅資料，就係咁多。好，我哋非常之多謝何姑娘教我哋點樣適當地做運動啦，做幾多運動啦，做啲咩運動啦咁我哋咧頭先都講咗好多資訊啦，咁而家咧就係一個問答環節嚟嘅。咁我哋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問3位醫生嘅，醫生同埋物理治療師。我哋而家有請翻陳嘉玲醫生、廖敬賢醫生同埋侯展鳳姑娘。呢位女士，小姐，你移過去上面都有個咪。子宮頸癌咁做完手術同埋化療啦，咁我關心嘅就係我食嘢咧好矛盾啊，因為都好想食嘢，但係睇中醫咧就中醫話呢樣唔食得，嗰樣唔食得，西醫咧就話好似乜都可以食咁樣。我想醫生講呢個究竟使唔使戒口啊？唔該晒。嗱，呢條係我差唔多每日都會傾要講嘅問題。我諗要拆開1、2件事去睇呢一樣嘢。第一件事就係話食物係咪有能力好快咁令到個腫瘤翻發？因為好多時會好多人就話咧好多嘢唔食得咁樣。整體嚟講咧，如果你再諗深層啲如果你聽晒所有坊間嘅人講嘅嘢咧，你只可以跟住去做嘅話咧，你只可以呼吸空氣同飲水嘅啫。因為如果唔係咧，其他你乜嘢都聽過，包括係有磷嘅魚、冇磷嘅魚啦、糖多啦，或者係酸鹼度高啦，各樣各樣，或者係深海嘅魚啦，或者係乜嘢各樣。咁嗱，第一樣嘢去理解到最後尾一樣嘢嘅啫，我覺得你係信同唔信嘅分別嘅啫。因為咧係冇乜研究話俾你聽，亦都唔會有呢啲研究。一班癌症嘅病人，佢食雞嘅某一部分同唔食雞嘅某一部分，邊一啲人會復發率高啲啊？唔食魚、唔食有磷嘅魚啊，同冇磷嘅魚啊，一話係唔食豬肉啦，唔食牛肉啦。咁嗱，佢真係諗成件事係點樣？第一，你要知道一件事就係話，係咪啲而家你食緊嗰啲食物咧，就會令到癌症咧走出嚟嘅？咁咧食物同癌症本身好直接嘅關係唔係咁強嘅。咁咧，但係咧，我哋都要建議，因為我哋睇到咧，成個社會而家我哋係食嘅食物咧，同以前唔同。整體嚟講咧，有一啲嘅食物同埋個動物嘅脂肪係影響緊我哋，令到我哋真係高咗風險。所以咧就係個食物本身，嗰個食物唔係話你食牛河下個禮拜又出咗一嚿嘢咁樣，就唔係咁嘅情況。但係我哋要理解咧，食物同個腫瘤嘅關係唔係密切得咁犀利，直接得咁關係個關係。但係食物同我哋個身體嘅狀況好緊要，即係你維持到個身體嘅機能啊，各樣夠唔夠 fit 咧，其中一樣嘢係關係到食物。所以整體對我嚟講，我建議我啲病人咁樣，第一就係話你要食有營養嘅嘢，就要戒係點樣咧？就戒一啲肥膩嘅嘢，同埋有啲熱嘅嘢。其實喺呢個防癌會裏邊咧，其中一本書咧就已經講咗俾你聽咧，有邊幾類嘅食物係點樣。
整體嚟講，第一戒煙啦，第二減少飲酒或者戒酒啦，酒精本身係致癌物質嚟嘅。第三，我哋建議你減低紅肉啦，紅肉咧你會睇翻係一個禮拜有幾多個 gram 嘅紅肉。但係如果你完全唔係好記得點樣幾多個 gram 嘅話，我建議如果你由日日食變到隔日食咧，已經減咗一部分。但係你食嗰啲肉咧，要減咗嗰啲肥膩嗰部分咯，咁樣就盡量減少啲醃製嘅肉類啦，香腸啊、午餐肉咁嗰啲醃製嘅肉類，菜咁樣，即係醃製嘅菜咁樣。咁你食多啲生果啊，同埋仲有一樣嘢，除咗食物之外，就